大家好，我又推薦呢一間天上明月嘅 SPA 店，佢係主打9000後嘅技師嘅，全場免小費，床單一次性嘅，性價比係相當之高嘅。我事後我俾佢8.5分。咁點解嚟呢度呢？你就按上邊嘅連結，或者睇翻我上一次嘅視頻，或者喺呢個視頻嘅詳細介紹，我哋都有連結。你撳翻嗰個連結咧，可以知道點樣嚟呢度噶啦，或者大家睇個視頻個地址都會嚟到呢度。好啦，咁首先叫呢度嘅店長介紹下呢度嘅收費同埋有啲咩特別嘅項目啦。歡迎大家來天上明月按摩 SPA， 咱們店的技師小姐姐都是00後、90後的。咱們家的特色項目的話是泡澡、搓澡加全身精油按摩，美團上的話110分鐘，價格的話在一個352塊錢左右，沒有任何隱形消費，團購下單就可以用。然後也有全身精油100分鐘，價格在一個275之間，沒有任何隱形消費，下單就可以用的。這邊是咱們一個淨足禮的地方，然後泡腳的話是不計時的，項目的話沒有任何的隱形消費，美團團購下單就可以用。咁呢度就係嗰個泡澡嘅地方啦。咁會同你喺度浸15分鐘，之後同你做呢個搓背啦。好啦，講下講點解我會推薦呢一間 SPA 店呢？咁呢就啲技師呢，就其實真係好細心，按得好舒服嘅。咁呢一次就係我第2次被按摩呢，可以按得我可以舒服到瞓着咗嘅，所以我就推薦俾大家。整體嚟講，其實我會俾到呢一間 SPA 店呢，有8.5分，去到9分嘅，係好值得推薦俾大家嘅。感謝觀看，記得訂閱，有新視頻第一時間通知大家。